东京奥运结束了后，接下来有新兴障碍者的世界运动会，也就是帕运。咱台湾有10位选手当日训练，希望会当去拼一个好成绩回来。运动员认真训练，因是今年代表台湾参加2020东京帕运的国手。8月22将要出国去日本，即阵也把握时间做最后的准备。主要是训练伊的比赛迄个爆发力甲迄个肌力。今日下晡训练的重点就是重量训练。因的训练强度甲一般的迄个专业运动员无啥，拢一模一样啦。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身障选手的田径队一起训练，然后这次是跟体育大学就是一般的选手一起做集训，感觉不一样。对，就是也是比较有那种竞争的感觉。帕运是专门替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比赛，伫奥运比赛了后举办。台湾选手自1992年开始参加帕运到今，也拢有出色的表现。1996迄块金牌就是视障柔道李清忠，应该是算咱的国家内底有奥运级的金牌第一块，凭正常的选手，搁较早2届。这次是第3次参加帕运，那就是也很开心自己可以坚持到现在，因为在台湾视障柔道比较少人接触，然后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视障运动员。今年代表台湾参加帕运的10位选手，分别是乒乓陈小文、林志宇、丁明志、罗碧春、建立林阿璇、田径杨传辉、刘雅婷、柔道李凯琳、游泳陈良达、羽毛球彭正宇。比赛伫8月24到9月初5进行。记者杨淑晴、曾派文台北桃园采访报道。